Ina, mandiyan saan? Kailangan,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. Ina, 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心的主语怎么说。 Varung. 那个是指心意的心哦。 Oh, 如果我们说心脏呢？ Kabuvung. 哦，那个另外的了。 器官的搞夫妇。对，心脏。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心意的心，身心灵的心。看不见的心。对，varung。对。那它有什么变化哦？ ano mas varung？ Mas varung 是挑心意味，挑心意味。你有什么居心啊？你的心意是什么意思？这样。 告白可以用这个吗？对，ano mas varung？ Mudaya suvarung。 哎，mudaya suvarung。 所以那个也不是一种不好的啊，那只是在不所以你听不懂人家在。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是用这不好的？ Anmaya suvarung 的玩，就是。Anmaya suvarung。 对呀，那个也是好的啊，他不是说因为你听不懂嘛，所以。就是。Anmaya suvarung。 Anmaya suvarung。 对，你就是。 没有比较。你说什么？对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说什么？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国语是这样的心意，好像比较像你的意识而已嘛，哦。对，你的心，只是想问清楚你的想法而已的感觉。你的心意，对。我把你放在心上。我比你varung sun这样。我比你varung sun。 我被你瓦隆鼠，对，就是把你放在心上，就是比你瓦隆鼠。可是我有听过这个“比你瓦隆”这个词，好像不一定是浪漫的，也有可能是有疙瘩的。对，也有。就你的话，我放在心上啊，有可能是我走心，我走心，对，不舒服那种。也有可能是我惦记、我重视的那都有可能这样子。就看是用在那个场合啦。对。 怕大家以为是只有好的，也有坏的啦。对，就跟傲一样啊。当然就不要有坏的啊。对啊。比你varung那说爱，对，说爱就是你的话，我到现在我都放在心里面这样。你什么时候要兑现？兑现你的承诺，那个是另外啊，说没有忘记，说那个叫没有忘记，我一直记得你的话，我没有忘记，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话了。对啊，对你忘了就是一种也是比较好的呢，对不对？那我想到一个是补varung， 补varung是。 也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很细心吗？还是就是补varung是很聪明的一个，还也是算很聪明，还是多愁善感？补varung的嘛就是好像他补varung是一个补varung啊的的嘛就是他是一个他很细心啦，对，很用心，他是细心的孩子，很用心的孩子，一样的细心跟用心。如果加个俺呢？ 那是补varung啊。补varung是什么哪里？补varung是形容一个人的智慧还有聪明这样呢。那如果用成一个词怎么说？补varung啊的的嘛就是这样。他很有智慧。也是想到他是有智慧有聪明的孩子啦，就是这样。补varung啊的嘛的嘛很聪明很有。 胆量就是不是胆量，是很聪明的。讲到这个，大胆呢？么嘎扎那varung？ 不是嘎扎么大胆的词。应该是。大胆好像用不到varung，是有也会用到吗？大胆啊，我也是算是。 我的手呢，但是varung呢，就是你的心很硬，也有这个说法。我的手了是varung，勇者之心，什么游戏啊？你很勇敢呢。对，就是有一种大胆，就是一种勇敢。格雷就是格雷属varung，这样的属varung就是心胸狭窄的，就是
这里个人巴龙。哦，这里学那就习现在按照的大胆的话，应该是，但这个是怎么讲？你那边没有看到这个网络？场外求助。对，求没关系助。我们欢迎其他部落的伊娜阿妈在底下留言，对，到底叫什么呢？大胆、还有胆小。胆小、 Venarum 是不是也是一种 Venarum？就是他很会去设想，去花心思去对对，怎么中文不好？设身处地。对哎对，成语小老师有你是设身处地，是可以这样讲哦 ，Venarum 为他人着想。对着想啊哦着想哦有那种，这不能就是很大胆，哎，不对哦，又弄错，很大方，很大方哦，大方也可以这样哦，大方，因为感觉心意很大啊，很大方也是可以这样讲哦。大方跟这里哈扎书放就是很大方。我以为是一个很美的词，有人在骂你怎么样的话，你都可以包容的都可以包容，所以这里我心很大这书只包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包容人的心。把阿尔法就分享嘛，巴尔法，那书包容就是巴尔法，就是分享就。可是那是分享开心的事吧？对啊，都阿勒法了，就是怎么可开心。那刚才伊娜你讲的过程有讲到一个 Venarum，那个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思、意念。而且书包容在里嘎扎，而且说 Venarum 在里嘎扎，就是有很大的心去接纳很多的事情。这样子。那如果我想问他说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意下如何？意下如何？安玛苏 Venarum 可以吗？安玛苏 Venarum，你的意见啊，你的意见，对，意见如何？听起来不会像在那个挑衅人家那样。安玛没因为直接讲嘛，安玛苏法龙。安玛苏法龙的话就比较难听了，对，你到底在一起？你到底说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要跟我讲什么？这个就是不好的那个。但是你要用一种好的语气的话，哎，安玛苏法龙的话，这样就是好的话了。这样多了。那可以巴巴龙吗？因为感觉有巴巴龙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巴布巴龙就是巴布巴龙，这么久。那个是指说要给他，就是要教育他，巴布巴龙给嘛就多了一点。就是教育他，就像那么。巴布巴龙耶，那就是我刚说的巴布巴龙。就像我们在聊他要去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要跟他讲说，你就跟这个人讲说，巴布巴龙你给嘛就这样，就是他。这样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他就会比较有话讲的意思。叮咛，是吗？可以吗？再三嘱咐、提醒、巴布巴龙、叮咛。对啊，这个刚刚你讲的，要给他教导你辅导我，指导他，指导一下他。OK，巴布巴龙没你来教嘛，这样的意思。你阿布巴龙啊，苏卡卡有点 change。对，你阿布巴龙啊，苏卡卡是巴布巴龙的努外地嘛，苏卡卡是布巴龙啊，这样就是比较有好的话，他才会办法跟别人去交谈这样。你懂那意思吗？所以巴布巴龙是指去做这件事嘛？巴布巴龙的志凯就是志凯要去做这件事。对，那你去，对，就是。对象是你，因为他说你，他没有办法对我没办法跟你说，懂了哈，懂，懂是布朗啦，是布朗阿门哈，你有懂吗？我懂了，你没有懂就阿人而已哦，是布朗阿门，布朗阿门，让阿说，让阿门，没让阿门说呢，就是指一个人。啊，有吗？没有。你先讲完整的句子。命变出名啊。命瓦荣。没有命瓦荣的。你说命瓦荣变聪明。命瓦荣就是聪明。命瓦荣。
因为么好像有一点变得怎么样？上次有讲说么嘎查就是变高了，所以么瓦隆就是么不瓦隆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么瓦隆就是变聪明。哦，哇，你现在变聪明了，你就是么不瓦隆啊，怎么像在讽刺？么不瓦隆，么瓦隆还是么不瓦隆？么不瓦隆要加个么不，像不，你现在变聪明了，这样子。是，可不可以米瓦隆？米瓦隆啊？哦，你自作聪明。哦，也可以呢，米瓦隆啊。米不瓦隆啊，是。米不瓦隆啊，就是自作聪明。我的联想是我们不是说米塞锅碗，米萨给也是，所以米瓦隆啊，会不会自作聪明？很以为的意思，很自作聪明的。就是米不瓦隆啊，米不瓦隆啊，是就是。你很以为你很聪明。毛毛有没有他别的意思？他就是有那个，他这个人就是一直在讲话，跟我的嘛就说啊，你不发聋啊，是哪？然后这就是那个啊，又不是在跟那个，一直在讲那个。我差点你要讲人名了。没有，请消音。因为有两个人在交谈嘛，就是说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一直讲，然后那个人回答说。啊，我们不发聋啊，是哪？然后你是谁啊？你是对，你是算老几这样？哪一个阿姨啊？要追问，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老大的那种一个原住民，不是叫你叫让伊兰苏呢？但是你妈叫让伊兰苏那了吧？就是意思说，没是不发聋苏呢，没不发聋啊苏那了，我在不聋啊讲弄苏就是自以为是了。对。哦。但我跟我猜的有一点不一样哎，我原本以为是指自作聪明，那种假好心的感觉。那个假好心是不用，因为这个是心意嘛。假属发聋就是假好心是，假属发聋。常常讲的话就是我的所刚才讲，我的所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我们的交谈方面一直都说不通他就是没办法说通他，就是我的所发聋，我的所的发聋就是你的心很硬，心很硬。你的心很硬，没办法讲的是固执啊，对，固执，你的心很固执。哎呦，对，加5分。哎，对，很固执，属发聋没办法去。我的很酷似，很固执，讲固执。我要学这个。我的所是发聋，我很多很固执的朋友。讲你都讲不听，对，就是很固执。换你去跟他讲，就可以用刚刚那个。对，就可以把不发聋语，把不发聋语讲。你妈就讲，对，我的所的发聋的嘛就是把不发聋语就是这样。哦，有，连成一个字了。就是刚刚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。你看我们这样的讨论，我们真的不发聋。对，你看我们一讲喂不发聋，一直嘛你的怎么不发聋啊？有。像我们台湾者都是重感情，把人都放在心上，所以有很多发聋的意思。那个比你发聋。安嘛说比你发聋，你嘛说比你发聋。可以比分那种吗？就是胡思乱想的感觉。比分那种书，这样就是你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，可以吗？心思意比分那种书，胡思乱想。想说妈呀，比分那种不要胡思乱想。什么？妈呀，比分那种没有比分那种哦。没有比分那种。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没有比分那种啊，就是不要胡思乱想。用心去想。所以造一个句子说 ，No Mr. Majura and Da 比分那种这样吗？深夜的时候我很容易胡思乱想，合理吗 ？No 沙里忙啊。我的心里很多事情。又不一样哦。对啊。马三料。那我比你发聋有很多的心
想法。有的时候不是想什么，想工作啊，想明天要做什么，就是想聊是给你发了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你看起来心事很多呢。一样，都是一样。他不是像那个有哭相的感觉。对，这样。啊，我有听过一个巴西瓦隆是指什么？我在一个歌听到的。放在里面。那什么歌？巴西瓦隆。巴西瓦隆。就是他用心去唱嘛，那个歌嘛，用心。我想一下怎么唱了。哪里这样？那是什么歌？我比你发了。那我买的一个胖妹妹。我放在心里面那样。对，他的歌，他的歌词说，对，都给说那巴西瓦隆进来叫暖恩。你是在你在跟他讲就对了。他的歌唱这样子啦，我想说那个巴西瓦隆是指什么？就是从内心里面的喜欢这个人。巴西瓦隆说进来呀，从内心去喜欢这个人的。那好像对了呢，因为他的歌词是说，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打从心里的爱？打从心里，巴西瓦隆啊，从什么？所以我们这个所以很多重复的，对。但很多的用法一样的意思啊，很多用法。但是你可以放在前面，放在后面。那我们形容一个电影很感动，是不是也可以说是马瓦隆？因为感动，感动了，感动嘛，但是是那就是不是吧？感动。啊，如果像上次讲到有鲁瓦隆吗？以前我们不，因为我们有鲁。好像没有呢，没有。西瓦隆就是心啊，你的心啊，打从心里嘛。好多都是打从心底。对呀。心里瓦隆，心里不放，那就是放在心底的意思。那他的心地不好，要怎么？那我要是瓦隆这样。很好的话就是瓦隆，那我呀，阿家能沃是。Asupini balong ng kalaba. 黑黑的心。哇，怎么是balong？好坏哟，这个。那我要balong的小白就是这样，不要全都黑了。我们比他黑。那偏心呢？对，有时候我们不是偏心，也会用这个balong这个词吗？巴萨苏买呀孙，巴萨苏买呀孙，你的心很偏心孙。但这样巴萨苏买呀就没有用到吗？对，偏心。对啊，这个也没有。你真的很偏心，你巴萨苏买呀，但是瓦隆这样。那我们要怎么形容走心？走心呢？你能不能这样呢？你能不能这样？你能不能这小心？走心，我们先确定走心哦，就是一样啊，就你能不能这样啊？你的心里能不能那出发了？这样走了呢？你就走哦，我这里你。我说的那个走心是那个是一个往心里去了，对你往心里了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妈呀，比发龙那是嘛呢？好像是吗？我想不到了，因为这里已经心灰意冷呢。在翻字典吗？对，心猿意马。心灰意冷，妈妈。马苏然嘛，这种说这样，马苏然就是心灰意冷。马苏然太深了吧这个词。马苏然嘛，这种说。对你已经心灰意冷。对啊，我想到一个认真的三心二意呢，就是他想的太多，好像想要这个，又好像偏心，又好像。马上聊啊，你慢慢这样就是想法太多了，对，想法太多了，才会三心二意这样。专心呢，妈妈。专心要一把握的吧，那个是认真哦。是认真啊，专心是。Wala pinay balo lang sini tulu janong na pinawanan。好，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，有那个 binivarong， buvaro， mivarong 啊也是。感觉很容易用到。自作聪明，米法龙啊，讲好心，这个我想学。那是你不法龙啊，这样。问的渣渣是法龙，然后不法龙诶。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，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。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奴这边一见那么怎么样？